讲到这嘉义城隍庙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这嘉义市大业实业国中用嘉义城隍庙的历史做背景，设计出符合108课纲实景改编题目，结合着数学、英文、时事等等内容，要让学生囡仔伫咧改编过程会当使用无同款的角度来认识到嘉义城隍庙的历史甲文化。 从这个斜的看，你发现这是西城东加北出南。学生伫学房头前研究时事内底的线索，佮配合记录家己历史的路径，想要来解谜找答案。嘉义市的大业实验国中用嘉义城隍庙的历史文化做背景，结合108课纲设计实景解谜的活动。参与的学生就讲，真无简单，不过真好耍。我们也有融入一些我们学到的数学元素在里面，让那个结合社会、个英文。 好，个融入一些 AI 的科技，所以囡仔会感觉讲去挑战这个题目，跟学校内底的场域都无同款，然后非常的有挑战性。最难的就是你要先找到它是哪一个贡品，就是你要先对应到它的位置，然后还要约分扩分，有的还是小数，所以算起来比较不容易。如果算错一题，可能就找不到了。 老师表示，旧年度准备实景解谜课程，即个配合嘉义市政府甲城隍庙，做伙设计地庙内的实景解谜，要来甲课本的知识甲地方的文化合做伙。很少去宫庙，就1年过年去1次而已，可能不太会去接触宫庙文化。那这是让我去接触宫庙文化，并且了解、理解这些宗教的一个方法。 学生不只是过来解谜，上届去买，你都会使了解到咱嘉义城隍庙内底的一寡古迹文物全部都融入在这个题目当中。大业实验国中表示，为了要设计实景解谜题目，各科目的老师为旧年就开始研究嘉义城隍庙的历史。透过这个机会，学生们对庙宇艺术文化有新的体验，嘛，有参与的老师伫过程详细认捌到嘉义在地文化底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